好，歡迎嚟到 Powertic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 K 線同支坑嘅一個配合。咁啊，近期咧股市大跌，行情咧走得唔係太好。如何去捕捉個穩健嘅底部，或者咧揾到交易嘅個低點咧？咁我哋可以嘗試用黃金坑同埋短中共振指標。首先咧喺過程之中咧，如果出現黃金坑嘅呢個指標，然後後續咧短中共振出現咗呢個紅藍嘅帶。喺低位咧，出現咗金叉之後，慢慢上翻零軸個水位咧，就話明咩咧？底部已經初現。咁啊，我哋可以睇呢個位置都出現咗黃金坑之後咧，呢個短中共振紅藍線咧上翻零軸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睇到 K 線咧出現底部嘅一個 K 線，然後慢慢上。咁啊，第二次呢個位置都出現咗黃金坑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睇到短中共振紅藍色嘅一條線咧，上翻我哋嘅中軸之後，都見到明顯嘅呢個多頭嘅呢個狀態。咁第三次咧，我哋都可以發現呢個位置都出現咗黃金坑，黃金坑嘅呢個質量咧仲幾好添，但係咧未即係紅色同藍色呢條線咧未轉入金叉。咁我哋等到佢轉入金叉之後咧，慢慢上到中線零軸呢個位置附近咧，就有望點企穩見底。隨後，如果一旦出現咗明顯嘅呢個藍色嘅巴嘅時候咧，或者大陽燭出現嘅時候咧，咁就話明咧底部形態咧更加清晰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結合三個指標嚟捕捉底部咁一個操作方案。目前嚟講，110呢個位置咧未有明顯嘅見底跡象，不過咧都快㗎，大家可以關注一下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